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6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立法院今仔排审选罢法的修正草案，国民党调集委员徐协平相关的条文量刷，就宣布初审通过，9:03分就散会。因此，搁掠着有诈骗集团甲融资公司，搁地政署倒空骗钱，搁骗人摕不动产去贷款，有20外人哄骗，金额超过3亿。而当头一阵第6冷气团合欢沙伫下晡点外落雪咯，而第5搁有2阵冷气团，第3阵可能会是寒流顶级。来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搁再排审选罢法的修正草案，国民党的立委透早就占领主席台，民进党的立委是互关伫外口，双方嘛冤家相骂。伫国民党的调集委员徐协平甲相关的条文念刷，就宣布讲初审通过，交付协商。9:03分就宣布散会，互立赢是非常的不满。两位立委互相毒杀，连媒体也袂顶袂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伫16日排审选罢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国民党团伫早起就甲立法院红楼2楼占条会，甲边的铁门锁起来，用长刀堵掉的，并且用保鲜膜甲内政委员会门口封起来。另外，这边是用人墙挡掉的，这个人互艺术人员入去。9点一到，调会执行营是宣布开会，相关条文读刷了，宣布初审通过，全部的条文拢保留协商。本日会议议程均已处理完竣，现在散会。1分钟内面审6个案件，3分钟就宣布散会。其中包括立委柯淑珍所提出的选罢法第90条条文修正，要求罢免的票数才会悬过当初当选的票数，让人质疑争议性伤过大。内政部长刘世芳发话讲，袂当安尼修法。强制要修法，只会增加这个朝野政党之间的不信任与争议性，那可能对社会上的民意呢也不好交代。内政部加中选会官员拢被当地咧问话，民进党团抗议会议无效。要拿国民党是讲，这是不得已的，袂当互国会拢停遐无叮当。针对这种国会搞戒严、锁门来开会，1分钟没收民权，强力的谴责。有很多你们没看到的，他们昨天不知道利用什么时候把内政委员会的电脑搬走，不给开会，这个才是问题。今天会这样也是不得已的。议事有没有效？大家去看议事规则嘛。30外位民进党团的成员由干事长吴思瑶带头，直接冲入去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办公室表示抗议。在过程中，有另外的立委也直接到秘书长周万来的办公室，双方经伫咧遐。不过韩国瑜是一直拢无出现。记者综合报道。洪认为是代表上中战车 M1A2T 战车头一批38台已经载来台北港，嘛送到新竹湖口的陆军基地，未来部署伫北部地区。明年阁有42台，后年阁有28台会送来台湾。另外 ，CNN 嘛指出讲，川普伫竞选期间对台湾优先支持的态度已经转变了。自拖网车顶头驶来，就是互人讲是代表上强战车 M1A2T 战车。国军甲美国买108台 M1A2T 战车，第一批38台自台北港进化，分别载去新竹湖口的陆军装甲兵训练指挥部，按算分发到特军团的584装甲旅加269的机械化旅，强化北部的防卫战力。他强调出各种他这车上的这些像热水象仪啊，一些测距系统啊等等啊，就让他这个可以在这个确保他在行进中能够这个第一击就完成这个命中敌人。离让30年了，国军再一遍接装新战车 M1A2T 的 T 是代表台湾，是客制化车款，120公里口径的骨长炮，火力正强。核实的装甲防护力也正强，时速上紧67公里，机动性正紧，会当提升地面的防卫作战，也搁伫咧海岸边歼灭敌人的能力。按算伫明年会搁再到42台，2026年到28台。16透早调外作业了，拖车沿着西滨快速道路，再到新竹的装甲兵训练指挥部，引起大家的注意。
拜登政府伫个退位进程交付 M1 A2T 台美军事合作正密切。不过 CNN 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对台湾的善意支持有转变。伫大选期间，唔那是要求台湾爱支付更加侪保护费，也佫讲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市场，和台美关系正歹有笑。的确是需要增加我们在国防上面的一个投资哈，但是我们应该也要透过有效的沟通哦，让我们理念相近的伙伴也能够理解到我们这个有决心。学者认为无法度预期台湾伫咧川普第二任期内的国家安全也是国家危险，不过提高国防投资，唔那是巩固台美的关系，也是展现对抗威权主义的决心。面对川普对台湾态度的转变，学者强调，咱唔免悲观，支持台湾是美国多数的民意，不过爱注意甲川普政府伫咧交涉时阵，爱国家谨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顶礼拜公布80案，搁再调查的结果有8案，只有3案成立。林焕宇早起嘛要求卫生福利部去报告，调查立委是拢批评卫福部管管上好，嘛搁再要求爱重新来调查。部长邱泰源是强调讲，伊尊重调查的结果。卫福部接场80案连环报，顶礼拜公布调查结果，甲定处8件申诉案件中，只有3案成立，也拢是非一级主管和外界积极轻磅。民众党立委陈昭祖批评，连卫福部主秘叫部下去自杀，拢无算霸凌。这份报告被动就轻，要求退回中期调查，搁比较劳动部将调查报告上网公告。劳动部无论是第一次的调查或第二次重启调查的记者会，他都当下立即把调查报告传上网，公开给社会大众看呐。卫福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另外，邓教署长要求部下做深蹲、听到练休，调查结果也认定霸凌无成立，是管理不当，也互调查立委批评卫福部是官官相护。午休时间，职员如果持续开会、陪命开会，算不算管理不当？健康操时间如果还继续连在座位上赶报告，算不算管理不当？赖清德总统叫你深蹲跟他报告，你还是觉得赖清德总统管理不当？你想看看是不是赖清德总统管理不当？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的外部委员他们的专业。对，没错。还有这种目的良善嘛，跟劳动部一样目的良善嘛。他们绝对是秉公处理。为了影响各部门霸凌案件调团，行政院霸凌通报平台第13正式上线，也不过爱具名申诉，也互立委这期是假开放真算效。对此，卫福部强调，无一定要求具名，也不过爱具体指出行为人，也是有具体事情。这摆调查也是依照这个原则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劳动部的就业安定基金哦，敢有滥用咧？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今仔个表讲，除了特定媒体逐当摕到4000多万的宣传费标案，劳动节的影片记者会拢是使用就业基金。劳动部的部长洪成汉是表示讲，一个月内会提出改善的办法，劳动部嘛配合检调的侦办。劳动部的员工被霸凌自杀的案件引起社会注意，前劳动部长柯明春一个人指控使用就业基金，一个公家钱来开演唱会，互人列做贪污罪被告。民进党立委黄国昌则来继续表示一寡难免的情形，指控基金互人用作媒体宣传费用，特定媒体因此得到宣传费的标案。自2019年的2300多万，到今年的4400多万，一年比一年增加，开的钱甲效果是无成正比。钱可以这样花哦，请教一下卓荣泰，这算不算是在浪费公帑？有没有违反你卓荣泰所做的庄严宣誓，纳税人的公帑不可以浪费？黄国昌也个指控，就业基金被滥用的情形正严重。劳动部每一年拍劳动节影片，1000万拍一支，就连劳动部的交签典礼记者会，也个拍这纪录片开48万。全国劳工看了，恐惊拢会流目屎。强调一定会严审劳动部的预算，也个就业安定基金。明天审计长要到立法院，林义君委员会利用明天下午的时间，公开要求审计长承诺进行专案审计。我也承诺卫防委员会会在1个月的时间内，提出
强化把关就案基金适用的具体的机制，更加的监理化，包括透明化。对立委的指控，劳动部长洪清汉回应讲，伊上任了态度拢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对就案基金的使用会伫1个月内提出改善做法，也强调检调正伫咧追查就案基金的代志，劳动部会配合监察。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开1个月起阿武白水上运动训练基地哦，本地是规划讲要提供选手训练较大，嘛要来发展观光。也毋过有媒体表讲，这基地是违建，搁定跳灯有漏水，真侪问题。伫观众的加油声中，今年11月，桃园选手才伫咧香港华顺锦标赛摕到公开男组8人单奖第3名的好成绩，拢是靠普通市周期性的训练，佮配合运动科学化训练的帮助。对选手来讲，像现在是属于冬季训练，其实就是希望能透过像全中运、包含全国运这种大型赛会，如果选手可以集中管理住宿的部分，这会比较有更好的一个成效啦。同时，华顺成绩好，包括几多间学校，每礼拜拢会伫咧这个阿武坪水上运动训练基地进行训练。这个3层楼的建筑物是前市长郑文灿时代开1亿左右起的，本来让予选手动训较大，同时发展观光。不过最近听讲，大楼是违建，还佫常常跳电漏水，无法度正常营运。当初阿姆坪水训中心，它在前朝的时候，它是这个地是水域用地，然后它也没有建蔽率相关的一个规定，所以郑市府在这个时候所使用的方式是用临时建物去提出申请。体育局回应讲，这栋建筑物伫咧水源保护区。当初是用训练选手公益的名义伫咧使用，提示临时建物的执照，每5年就要过去申请一遍执照，进行相关的检测了，再再发照。另外，跳电漏水的部分已经请厂商维修，验收完成了就当开放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前一站有关公客违规，行入去阿里山小火车的铁基路翕相，互火车弄到。昨昏伫中华哦，阁有游客带囡仔行入去铁基路翕相，有一台自强号打驶过是真危险。毛民众翕到画面，铁路警察嘛表示讲会来调查。本案系民众于本月15日上传社群网站之照片，显示2位民众站立铁轨上台铁彰化站北端拍照。查该2位行为人已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2项及第70条第1项规定，可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铁路警察局台中分局将至现场勘查，并调阅监视器画面，查明2位行为人动向及身份后，通知到案说明，并函请交通部裁罚。有民众表示讲，伫中华线行车库翕相的时，有一台自强号拄啊经过，就看到一个游客带囡仔行入去铁基路翕相。民众甲画面哦传去面册，有真侪民众是批评讲，这款行为是真合。铁路警察局台中分局是表示讲，目前是还未接到报案，会主动来调查，找出这违法的民众，上侪是当罚5万块。再来看阿里山森林铁路有旅行团带头违法咯，互游客行入去铁基路，游客为着要翕相哦，火车内啊饲喇叭嘛无要插，结果卡去互弄断去。经过调查，这间旅行社违法嘛已经毋是头一届咯。即马县政府哦，毋若要处罚，嘛禁止这间旅行社入去蜜月线一档。查某游客徛伫铁基路区翕相，阿里山小火车列车驾驶由警示声示警，由原无插咧翕相，互小火车为后壁弄着，摔伫涂骹。边仔游客惊甲大声叫，轰弄着的女主倒伫铁基路边，好佳在只有倒骹骨头支起，无生命危险。你都不要动哦，好，你不要动，没事没事哦，好可以动了，你没怎样吧？他吓到了啦，吓坏了。代志就发生伫10时，阿里山林铁甲文资处表示，游客违规弄伫铁基路区，互列车压着受伤事故，是由桃园的梦想国际旅行社带团，进前也捌带团违规行伫林铁基路的前区，一摆搁带团行伫铁基路，搁放任拖员伫铁基路区翕相，会禁止这个旅行社申请禁止民权线1年，搁追究甲查处旅行社。我们认为他没有严谨的顾好他
自己的团员，放纵他们在铁轨里面侵入铁轨，然后撞击火车，就是严惩跟重罚。发生小火车的碰撞事件感到很抱歉。出团都会宣导安全事项。火车进站的时候，包含团员也有提到就是领队也有在喊声要后退和远离火车。针对团员弄离铁轨路区，和列车压着受伤的事故，刘乡社感觉真失礼，也强调后手会加强领队教育训练，出团旅客安全管制。有关违规监考的部分，后手也会进行内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伫下晡1点32分，合欢山落短短5分钟的雪。气象署嘛表示讲，今仔大陆冷气团会减弱，天气是有淡薄仔回温，也毋过嘛是阁真凉冷。拜二暗时到拜四的透早，会阁有一波冷空气来影响台湾。拜六嘛阁有一阵冷空气会影响到后礼拜一。气象署嘛提醒民众，伫年底之前，小人山拢有冷空气，所以寒人的衫甲面罩被着爱穿好好。拜一透早天气冷叽叽，民众规身躯包条条。气象署表示，拜一顶部大陆冷气团豆豆减弱，各地温度会小可回温，不过感受起来嘛是真凉冷。北部高温伫咧17度至18度，中南部甲东半部高温伫咧19度至21度。气象署提醒，拜日甲拜六分别会有2波的冷气团影响台湾，到时北部、东半部的温度会搁较降低，中南部早暗温差会真大，温差会超过10度以上。可以看到中南部白天的高温回升的幅度非常的大哦，尤其是可以看到明天17号，整个白天的高温可能还可以回升到23甚至24，有些地方25度以上。明天的清晨，在中部地区以及竹苗地区，可能还是会出现11度，甚至有部分接近10度左右的低温。另外，气象署表示，拜四迄天，台湾中部以北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机会落雪。若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二到拜五，台北山区、东北部地区云较济，会有短时间的阵雨。拜六礼拜落雨的范围变大，包括台北、桃园甲东半部拢有机会会落雨。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5这段期间，下雨的区域一样是以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及宜花地区为主。周末期间降雨的范围稍微广一点点，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都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雨的状况。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中国空气污染嘛对咧渗来台湾。科技部拜一针对中南部、马祖、金门地区发布甘仔式的空气品质警示。环境部提醒民众出外一定要挂喙安，而且要避免户外运动，才袂影响到健康。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冬花过去1个月，民众看到天顶有真侪无人机，甚至嘛捌造成机场临时关起来。国会议员甲美国的总统当选人川普就呼吁拜登政府应该要赶紧来提出解释。伊嘛质疑讲，敢是美国的空气安全出现空棚。针对美国冬花最近1个月出现几多遍有人看到大型无人机的事件，造成真侪民众的惊吓，引起国安的疑虑。纽泽西州的共和党议员就公开呼吁，要把这款无人机拍落来。Bring them down over the ocean, over an area where there's no population. Bring them down and find out who's doing it. 美国候任总统川普也伫伊的社群媒体强调，美国政府所掌握的肯定是比大众公开还更加多，除非是讲出真相，那无就应该把这款无人机拍落来。川普内定的国安顾问瓦尔兹也批评拜登政府淡化无人机事件。互人看出美国空气安全出现大漏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是再一遍保证讲，目前这款无人机对国安无造成威胁，也甲境外势力无关系。Any foreign involvement or criminal activity, we will communicate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ccordingly. Right now, we are not aware of any. 美国东方的无人机事件，上早是伫今年11月就出现，一开始只是伫咧纽泽西州。尾仔就伫纽约州、康乃狄克、马里兰加宾州这块地区，拢有上百遍的目击事件。有一寡所在差不多逐天拢有人看到。有一寡一个瓦群敏感的军事设施，一个传播伫咧纽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更加造成纽约史都华国际机场短暂关闭。这款无人机直径差不多是1公尺8，有一寡是个长度是到2公尺4，有一寡甚至是无声音，而且无亲像传统的无人机。会散发热能，差不多拢无法度追踪，有甚至会甲电梯关起来，闪避无线电波的侦测。
You can see they're very large. They're not the size of a commercial airliner, but they're the size of a vehicle. Because if they get lower, they would get substantially bigger. And I can see that. I could tell. It's not a hobbyist. 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国防部抑个国土安全部都已经开始进行调查。白宫进前强调，有真侪目击事件拢是一般的飞机。FBI 官员私底下也讲，有即款是民众反应过度，但是由议员强调，即款无人机有可能是来自俄国、中国、伊朗甚至是北韩。但是美国国防部已经澄清讲，即款拢毋是军事用途的无人机。公司新闻金源庆编辑。叙利亚阿塞迪政权倒台，伫首都大马士革学校停课一礼拜，昨总算又搁开学上课咯。另外，反恐军沙姆解放组织领袖乔拉尼以边境安全做理由，对叙利亚发动几啊百架的攻击。也毋过，叙利亚是强调讲，伊无想要甲以色列发生冲突。大马士革大学学生甲已经倒台阿塞迪雕像踏伫涂骹。敢若经过一礼拜外，叙利亚的时间未输互分割做无共时代。伫国境学校重新开放了后，互感受到的是更较自由、更较新奇的视野。أهم الشيء إنه بفوضتنا هاي ما شفنا التمثال حاسين بإنه تحررنا يعني حتى هي القيود انكسرت。真侪中小学挂新的而且清气的国旗，这囡仔自集伫遮，要行向无共款的人生。有校长讲，改条换代了后，这个国家未来的主人会有更较开放的发展。سوريا تسعى إلى بناء هذا البلد مع هؤلاء الأطفال الذين حضروا رغم أنهم أتوقع أن البعض منهم خائف ولكن حضروا ليبنوا سوريا ليعيشوا انتصارات هذا البلد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جميعا إلى 过去这礼拜以来，报复、杀人、甲宗派暴力的报道是变真少。15日一天，伫大马士革所看到的是百姓照常过日。阿塞德家族50年来独裁统治虽然是结束，不过经济也是真歹，百姓散车，也有通货膨胀甲失业率真悬的问题。叙利亚当慢慢咧恢复当中，真侪人嘛准备好势要哪探路哪向前行。另外，主要反抗军3解放组织的领袖，也就是正名号做夏拉的实际领导人，15日时阵讲，以色列以确保边境安全为理由，对叙利亚战略军火库发动几啊百架的攻击。不过，这敢若会互地方的局势加悬。现此时，叙利亚当驻心伫咧中间的空隙，无想要甲以色列加入起新的冲突，也若提供庇护阿塞迪的路西亚。夏拉讲，两国的关系应该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需要谨慎处理国际关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法国伫运动员的属地马约特岛气旋扫过，造成几啊百个人死亡。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讲，法国会来援助马约特岛。气旋奇多伫咧定量时阵，阵风超过1点钟225公里，还佫落大雨，规社区互伊扫做遍地，死伤真惨重。经过评估，情形佫较惨重。C'est extrêmement difficile à dire. Je pense qu'il y aura certainement plusieurs centaines. Peut-être approcherons-nous le millier, voire quelques milliers. Que la tradition musulmane, c'est d'enterrer les personnes dans les 24 heures. Il sera très difficile d'avoir un bilan. 奇多扫过法国伫咧运动员的海外属地马约特岛，岛上差不多30万的居民，大部分拢住伫咧铁皮厝，几多万人无家可归，无水无电。法国当局已经派一台军用运输机去救援。代理内政部长霍塔尤伊讲，所有简单起的厝拢已经倒去，死亡人数可能会真悬。C'est une situation vraiment exceptionnelle. Depuis 1934, il n'y avait pas eu à Mayotte un tel événement climatique qui. 总统马克宏伫咧访问科西嘉甲教宗方济各见面的时阵讲，法国会陪马约特的百姓渡过难关。顶礼拜5/3，拄则上任的前总理白胡以1点钟做单位听上新的情形，并且调开紧急会议。奇多气旋怎么是向内陆的方向刷震动？边仔的南普拉省已经开始落大雨，虽然有侧风。会小可较细，不过马拉维南部一个较远的瓦郡的圣巴辉，也有可能会落大雨、做大水。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过来消息来看，刑事局发现有诈骗集团甲中资公司，佮有地政师斗空，骗被害人的钱哦，佮骗被害人摕不动产去抵押贷款。2档外来是有20外人哄骗，金额超过3亿。警方目前抓到20外的嫌犯，移送法办。几多名警察冲入去要抓诈骗集团的共犯，
刑事局今年初发现讲有几多名被害人拢互同一个诈骗集团骗，甚至有养猪公司含地政司涉案。5月先伫咧台中掠到圣诞车手等10名嫌犯，10月到11月之间，搁再去敲养猪公司地政事务所，也甲养猪公司卸任负责人含线所的地政司掠起来。被害人分别遭假投资、假冒公署等手法诈骗后，再引导到特定融资公司后，设定不动产借款，扣除高额利息及手续费后，由面交车手取走剩余现金。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诈骗集团用假啊交朋友含加监禁的手法，甲被害人的存款拢骗了后，搁再锁定被害人的不动产，养猪公司含地政司合作，甲被害人的不动产提起抵押贷款，养猪公司会当赚6%到15%的手续费，地政司也会当摕到4%到6%，这条贷款的钱，诈骗集团也会吃去。诈款会提供被害人的不动产的资讯，先行提供给我们的联系主权的融资公司。融资公司这部分会先找到金主跟配合地政士，先设定好能做多少贷款的额度，配好之后，再由诈团成员告诉被害人去联系主权的融资公司办理贷款。警方表示，对2012年到今，已经有20多位民众被诈骗，诈骗金额超过3亿，其中一位现金含不动产的抵押贷款，就被骗5300万。警方问话了后，甲相关的嫌犯依照诈欺、涉及防制法、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印尼一只石油船今年2届伫台北港方查出气体外流，是第2类毒性的化学物质，有致癌的风险。检方今仔甲船长搁大付1万起诉处分，嘛要付予国库1300万。防护衫穿甲正潮，做了几多顶的保护，才甲去伫船顶检查，会遮尔顺利，是因为这台外籍船涉嫌放有毒的物质。经过看机关联手调查，伫这么专案侦查结束。印尼这名船长甲大副涉嫌犯过节放毒物污染空气罪嫌，检方16以反起诉处分，条件是2个人总共要向国库支付1300万。原审酌该船已依要求完成缺失改善，以减少公污，即经航港主管机关完成复查，附经参酌刑法第57条所列事项及公共利益之维护，任以还起诉为适当。这台液化石油船载是律师，属于加压未气体。警方调查2个人的不当操作，无注意涉及设备故障的情形，今年至少就发生过2遍。伫台北港落下时阵，律师无完全入去组内面，有一寡流到空气内面，造成环境被污染。我们先了解到这个外籍的船只可能会进到台北港之后，我们掌握它进港的期程。那我们在它进港的时候去做污染的采样，那采样的过程中就发现说，这个外籍船只它自己本身可能会有这个VCM 的泄漏的情形。氯烯它确实在欧盟的分类，它是属于一个确定致癌物，所以它被我们做一个管制。在台湾其实就是在塑胶产业上还蛮常使用的，确实它到空气里面来，对于身体的危害会有这个疑虑。律师走去外口，不但是产生空气污染，这种化学物质也搁互官方列做第2类的毒性化学物质，也是致癌物质的第1级。若是民众长期使用，对人体也可能出现危害。记者综合报道。针对2030飞行加长的目标，有企业是烦恼讲会有欠电的危机，望讲咱国内就唔通放弃核能。今仔一场论坛针对核电的细型反应器来进行讨论。政协安会主委是指出讲，咱台湾目前的法规要引进这款细型的发电机组是有困难。政府再三强调，目前国内无欠电的记录，不过企业界也是感觉真烦恼，话讲唔通放弃核能。行政院长杜英台北回应讲，伫3个前提之下，对新核能是持开放的态度，也就是爱有核安、核废料的处理甲社会共识。所以一场由核能学会举办的论坛，相关学界嘛咧探讨细型模组化反应器 SMR 的可行性，因为有占地面积小、安全性较高等等的优势。就是说，这种反应器它在即使发生丧失卤水的事故的时候，那因为它功率比较低所以它到时候靠空气就可以来进行炉心的冷却，所以它就完全不会发生类似像福岛一样的事故。目前细型模组化反应器 SMR
也无正式商业运转营运的经验。不过已经有美国大型核能公司的业者预估，2030年就会当上市商业运转。经核安会主委蔡春红认为讲，未来台湾若有想要引进，政策应该要行伫上头前。那照现有的电业法，可能无法度互企业直接引进来应用。核一厂1978年开始运转吧，可是你看到无论政府也好，台电也好，大概从1965、67、66年左右，其实就已经很积极在推动了。所以你至少要提前这个10几年。AI 产业资料处理中心食电是食真凶，若想要伫咧国内继续发展，用电百面会真做问题。有学者指出，目前做核能产业相关的少年人较少，政府的政策若有改变的空间，需要考虑培育少年一辈新核能开发的技术，也佮有讨论未来政策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虎尾的张有送员要去店里摕物件，乌多摆的车厢煞着火，店家赶紧摕灭火器来拍火。这外送员讲可能是伊放伫车厢内的行动电源着火。15钟头，一只外送人员乌多摆熊抢烟出来，随着火，外送人员赶紧甲店头借消防器材来拍火，那就是行动电源着火所致。就是好像开始有点小火苗，然后后续还就开始，我后来有听到一些骚动，一些民众就开始说他们着火，然后火苗越烧越旺，然后在那边找灭火器，刚好店里面就有配备啊。扑灭的时候火势初期可能会变小，但是锂电池的热施工还在进行中，尽量去移除周遭的可燃物。当然，如果你整个锂电池能够移除，直接拿去丢在水池里面，当然是最安全的。云林县消防局表示，电子产品达人有，民众生活周边拢有锂电池，若无好好使用，可能会烧起来甚至崩起。若外口变形有漏液体，或者是定崩起来烧，就莫阁用，避免放伫烧热的所在。咧困的时要充电，也要避免充伤久。尾仔若歹去，也要照规定回收。我们不要把它丢到一般垃圾，因为如果丢到一般垃圾的话，我们有可能会造成说我们后续应该说后续在回收上的困难。譬如说，我们回收厂内它如果没办法处理的话，万一不小心把它压迫或挤破的话，那有可能就是造成垃圾场的火警。消防局表示，若是歹去无碍锂电池，会当提去超商回收，呼吁民众就提去指定场所回收，避免着火造成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东山乡的瓜林路，最近有一条白线伫画伫路中，车道是变甲真矮，民众拢感觉真奇怪嘛真烦恼讲会无说你违法去放开红单。县政府表示讲，这条白线是脚踏车道的线，阁还未完成，即卖先来针对民众的反应来检讨。赛车到东山乡可南路所发现一条白线，放画伫路中央，真奇怪。主要车道的宽度也比边仔路径的宽度会互未少民众想无。那个明显就是画错了嘛，给 AI 开的路是不是？对啊，就是骑车是没差，但是开车是真的很难走。这边应该要进来一点。真侪车经过时阵，车辆较会去到过白线，真歹完全驶伫车道内。有民众烦恼会安尼防检机开发，这款的标准应该检讨。实际提皮桥梁发现车道宽度只大约153公分，边仔路径有170公分宽。县政府表示，可南路最近当咧进行标线重回工程，当地设计本来就有汽机车道甲自行车道，迄条白线是自行车车道线，目前只画一半，才会出现白线看起来画伫路中央的情况。这个地方是一般的车道跟自行车道并存哈，那我们也会来检视周边的自行车道的系统哈。那邀集地方上面跟观光主管机关一起来讨论。虽然可南路目前无民众因为换过车道防检机开发，也毋过针对车道防不管上的问题，县政府表示这2日会到现场会勘，听取在地意见，看敢是调整可南路的自行车道系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目前有将近5000家智慧停车架也毋过有一寡系统甲设计拢有问题，互市民是真怨叹。市政府是表示讲会要求厂商得爱赶紧来找出问题做改善。
来到高雄三民区大昌路这条人行道，沿路拢唔当看到管道无够行人脚头区的停车条，顶悬阁写着建地中，这是市府要推设的智慧路边停车系统。再因为管道无悬，阁设伫咧较矮的人行道顶悬，可能致使民众跋倒。可能老人家这个部分还是要比较注意吧，因为如果说时间比较晚，然后没有人注意到老人家因为这个绊倒，就蛮危险。放了蛮久了，为什么不在建的时候再放就好？不要放了1个礼拜。全市有4948个智慧停车格，分做管位、摄影、停车条，也阁有计位、看日行这3种。除了停车条以外，看日行的镜头也因为风砸着无法度开单。民代是认为高雄多数人行道环境无够友善，佮加上安装智慧车条，也阁有看日行的设备空间无够，囡仔人也阁有时代佮较熬跋倒。追求车格数量也要考量环境的条件。路灯或是变电箱的附近，让它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否则呢，只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在浪费钱，而且又会让这些娃娃车或老人容易跌倒？左右两侧都有贴这个反光贴纸，那夜间上面顶端也都有一个灯光的一个照明。那这个部分它也在车柱上面有一个警示牌，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不至于再让行人会有击倒的这个疑虑了。市府回应停车条的，互过路人跋倒的部分，已经加装反光设备来改善。看日行的设备，甲厂商伫咧签约的时阵嘛有要求透动率，只要设备异常，或者是无法度开单，就会有人即时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K他命滥用的情况是真严重哦。虽然目前了解讲长期使用是会造成脑部的损伤，也毋过无定量检测方法。国家卫生研究院甲咱国内医生阁有瑞士的大学团队，利用脑部附近的血检测发现讲，长期使用K他命的人，脑部损伤的程度是比精神疾病患者更愈严重。国内部分少年族群可能为着追求刺激，加做开他命药物食掉的人。国卫院甲国内精神科医师甲瑞士苏黎世大学医师团队合作，探讨长期大量使用开他命食掉的患者，发现这寡患者的脑部损伤的情况上严重。凯他命成瘾者在血中的神经损伤，比一般人还要来得高，比来得严重。药物精神病所带来的这个神经丝清裂，也就是脑部损伤的程度，比原发性精神病还高。研究团队表示，长期大量使用开他命，那会造成身体包括心脏、泌尿道、甲胃肠道拢有毒性。伫心理方面，也会产生精神疾病甲忧郁症等症状。也毋过，这类的精神疾病是药物所引起的，那思觉失调症是原发性。研究发现，虽然这两方面的症状类似，也毋过开他命引起的脑部损伤比原发性的思觉失调症也较严重。凯他命其实会造成体内比较严重的一个氧化压力跟细胞膜神经细胞膜本身的伤害更高。这项研究成果今年已经发表伫国际有名的学术期刊，希望会当就此对药瘾患者治疗方案的开发有所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研究嘛发现讲，有代谢症候群的民众得到糖尿病风险是一般人的6倍。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今年头一届办活动，请大约3700个民众参加哦，有超过50%的人3高的指数拢有得改善。40外岁啉酒者是伫咧厝接案的自由工作者，平常时想要食什么就食什么，体重一度称到78公斤。健康检查报告也拢是红字，互医师警告讲已经得到代谢症候群。后来伫诊所，医师建议他开始3顿定量，也培养路跑的运动习惯。无想到1年来，伊就成功的减重10公斤，并且身体也变健康了。我的衣服就是我有从 M 到3L 的尺寸都有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衣服已经有爆量了，我不想再买衣服了，所以先把自己减下来吧。卫福部国健署讲，大口加代谢症候群是慢性病的高风险因素，为了协助民众远离代谢症候群，今年头一摆举办奖励活动，提升民众健康意识。总共有2800间的诊所，大约3700位民众参加。伫专业人员指导下，互民众养成运动习惯，食物件减少油、盐、糖。
也有解分加薄冰糖。结果显示，有超过50个参加者肺压、肺糖、肺脂这3个指数拢改善，将近500人已经成功脱离代谢症候群的风险。代谢症候群刚刚提到了，它会导致糖尿病的病人可能我们大概可以有6倍的风险啊，那脑中风大概是有2倍的风险啊，所以我刚刚提到它跟我们慢性疾病有极相关性，所以呢，如果能够在早期的在代谢症候群这边能够阻断，那就可以避免这个疾病的产生。国健署呼吁民众维持健康生活习惯是袂使停的。全全台已经有27万民众加入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是要做好头前的健康管理，就是降低身体负担，减少以后发生心血管疾病甲住院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婴仔伫出世的3个月内拢爱进行听力的体检，也毋过，嘛是有一寡囡仔无法度量早发现，会影响到囡仔的学习。有民间团体甲医师就呼吁政府应该爱个制定全国性的学龄前体检的政策，互6岁进前的囡仔拢会当来接受完整听力的检查。即摆人囝愈生愈少，每一个拢是厝内的心肝宝贝。不管是囡仔的教育也是健康，拢是家长真重视的。亲像新生儿一出世，拢需要进行听力的体检，看敢有先天性的听力损失。不过，有医生指出，有的新生儿一开始体检正常，煞伫3岁到6岁，因为感冒、中耳炎等状况影响，出现后天性的听损。各位不要以为中耳炎都会耳朵痛、发烧。不是的，很多都是安安静静的来，你们家长根本就不知道。那中耳炎呢，多么的盛行，我们可以说，在6岁以前的小朋友，60%都是对的。医生也强调，因为听觉的发育伫7岁进前是黄金期，但是儿童伫这段时间有听力受损的问题无量早发现，恐惊会影响囡仔学习，甚至会互医生误判是过动症、注意力无集中。所以伫学龄前，也就是3岁到6岁的听力体检是非常重要。也在现场也有民间团体表示，除了中耳炎以外，暗发性的听力损失也是儿童真接拄到的状况。晚发性听力损失，它是在新生儿筛检之后才开始发生，它是基因的没有错，但是它不是一出生就发生。那你要想，这些孩子里面7.8%他会有听损。时代力量拜一找专家、民间团体同齐召开记者会，强调目前全国并无统一的学龄前听力体检。各县市虽然有补助3岁到6岁的听力体检，不过体检内容标准拢无同。呼吁政府要赶紧制定全国性的体检政策，伫学龄前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另外，也需要加强全民对听力健康的认知，提升大众对听力问题的敏感度，才袂影响儿童后续发育，也是产生学习困难的问题。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假药麦当假做是通不治疗的老师，就在大学最近护理系课程，都有一只假药会甲学生来互动，那么做伙来看麦。好，你要坐下来，小声喂。好，悄悄。好，啊，两指一转。提出呼啦圈，这只叫西门的疗愈鸡，伫教室内甲同学展开各种活动，其中包括忘鸡。你有被疗愈到吗？可能，可能有。大部分的同学拢是只食过鸡，唔捌忘过鸡，对鸡除了生分甚至会惊，也唔知影鸡会当担任恐怖治疗师。也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斗阵了后，所有同学拢转换心情啊。摸下来的时候，就是心里会有比较平顺的感觉啦，劳累的心情会有会慢慢的消退。我觉得还算有用啊，对。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就是很想要碰触它，对，因为它毛茸茸的，然后又其实很舒服。主席大学表示，会安排这款的课程，就是要让同学体验不同的多元疗法，体验动物护疗的方式和过程，到底会当带予病人甚至医疗人员什么款的感受？孩子要了解这件事，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疗愈的方法，那其实鸡呢，它本身其实是很温驯的。让学生体验不同的那个多元的辅助疗法啦，对，然后那因为疗愈鸡，他们可能在鸡，他们平常也比较少接触得到。主席大学强调，护理系同学未来有机会照顾的病人，包括安宁病人、失智症患者、自闭症囡仔，动物护疗会有一定的帮助。疗愈家平常也伫网络向阳园区，甲身心障碍者活动效果一直袂歹。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科园区山左甲洋楼已经要有100栋的历史了。2016年开始有一定关心古厝的人嘛来整理这栋楼。昨伊嘛伫遐办民谣念歌的音乐会，望讲透过音乐邀请大家入来古厝来了解当地故事。天仙家我老阿婆。 手担月琴演唱老先婆游天庭，台语民谣念歌歌唱张雅顺，伫2019年对国宝级艺术杨秀卿学念歌。这首歌是张雅顺伫艺术过身了后，望见老师念歌的模样所写的。礼拜特别来到有98年历史的左甲洋楼演出。 张雅顺表示，希望会当伫遮有历史意义的所在，互少年一辈的人熟悉台湾的民谣甲念歌。老先婆游天庭，迄是一个念歌可能真侪少年可能无机会去听念歌，我嘛想要用即个机会唱即个念歌，互大家听看卖哦。 这届的月琴民谣音乐会结合小米的观念，伫现场大家会当分享家己无需要的物件。长期关注左甲洋楼保存修复的民间团体表示，希望透过活动，互更较侪人知影爱珍惜万项物件，就亲像古厝、传统歌曲甲文化，拢需要大家做伙来重视。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说，所有的东西，假如 它的历史场景不见了，你只能用一张照片在讲说这边曾经有什么东西。那只有现场还在，它只要还在，就能够讲得非常多的故事。 民间团体表示，美外100年历史的左甲洋楼代表过去桃园龟山这个所在的建地，因自2016年开始参与保存的工作，即马古厝厝顶放甲真严重，面对抢救的危机，希望透过活动导览，互更较侪人来了解这个宝贵的所在。另外，歌手张雅顺也分享，伊认为民谣念歌就那亲像古厝、古早物，属于较早的物件。希望大家若用无同的角度来欣赏，其实会产生无同款的感情，进一步来了解这寡文化资产的价值。记者张家嘅林玉凯桃园报道。 台湾国际纪录片雅典对12月到明年2月，寄出包括台湾、法国、德国各种的纪录片，伫嘉义的新港来放送，俾互民众透过纪录片来了解即马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为高雄镇报名参加雅典的民众，专心听主办单位来紹介要放送的纪录片。嘉義縣新港文教基金會邀請台灣國際紀錄片雅典來到新港放紀錄片。 要互在地民众了解国际社会多元的議題。十部拢是得獎的影片，嘛拢足好看的，甲阮台灣人或是甲這世界拢有關係，所以阮希望講甲這影片會當個較濟的觀眾看到，毋是伫大都市內底爾無共的所在較細的所在嘛攏會使。會當提高大家對這方面的紀錄片的迄種視野，看較濟，看較開。 了解較深啊！除了放送影片，台湾国际纪录片雅典，阁有邀请拍纪录片的导演，甲大家做伙讨论影片的主题。基金会表示，较早新港在地嘛有2间电影院，一个时代拢有看电影的基地，希望这个雅典会当有更较侪乡亲来做伙参与。伊拍的片真有意义啦，吼，有足侪方面多样化的物件，较早的试验拢无啊啦，吼，所以讲。 今日有对这个机会会当只和大家分享咱最有意义的纪录片。想要看 TIDF， 一定要跑到台北，对，所以就是看到网络上有这个消息，就觉得就是虽然也没有很远啊，就是一定要过来看，要不然就是总比去台北好。这是新港乡头届举办这种纪录片雅典，基金会表示，影片的议题真多元，为12月开始一直到2025年2月，计共有9场纪录片放送的活动。 希望互新港有无共的文化体验，嘛培养少年囡仔关注国际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 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1度；东部地區上低15度，上懸21度；
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9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